本王回来了。王爷回来了，宗基，快叫父王啊！父王，雪狐呢？他怎么不来迎接本王？我娘亲她走了，去了很远的地方。雪狐在东陵王走后1年害了病，在无双2岁的时候去世。可怜无双，从小便失去了母亲。雪狐去世后，府内的下人也都走得七七八八，只有老妈妈带着无双艰难度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这几年总有您战亡的消息传来，周围的孩子以为宗基孑然一身，都来欺负他，有的孩子还骂他野种。他去和人打架，可这瘦瘦小小的，怎么打得赢？胆子不小，敢欺负本王的女儿！你记住，你是我东陵王的女儿，你是最高贵的宗基，一定要拿出宗基的架子来，镇得住那些刁民，知道吗？无双知道了。为了弥补对雪狐的愧疚，东陵王甚至不惜将自己王府的牌子改成了宗基府。恭喜王爷，恭喜恭喜，王爷好福气啊！来，里边请。这个玉佩，雕工差，成色差，还好意思送到本宗基这里来？怎么，当本宗基是傻的吗？这对玛瑙耳环又是谁送来的？上个月本宗基才在城东的杂货铺见过，给本宗基扔出去。那……没想到宗基小小年纪，眼睛竟这么毒辣呀！原本想随便拿点东西攀攀关系的，这下算是没希望了。要不就是说你们目光短浅，再怎么着，郡主也是皇亲国戚，怎么能没点本事呢？切！我的乖女儿，你做得很对，你以后一定要争气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欺负你，有人看不起你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东陵王对无双的溺爱，致使无双后来变得如此蛮横不讲理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不过我就是奇怪，你一个宫女，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这有什么？你不知道百姓中间是各种流言传播发酵的最佳场所吗？再说了，宗基的身世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，再加上他也不是什么低调的人啊。我知道很奇怪吗？想当初我开食摊的时候，听到比这还要可怕的传闻多的是。这样啊，看来无双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，只不过要让他改，可不简单。你就放心吧，只要你同意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刚刚真是吓死我了，说了那么多宗基的往事，真是得意忘形。还好我够机智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太后呀，把大王抓走关起来了。听说了，听说了，可这是为什么呀？大王最近又闯什么祸了吗？什么呀？哎，我一个老乡在先祖殿里当差，他告诉我呀，太后把大王关进了先祖殿里，门窗全锁，而且里面有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有什么呀？女人，有位形形色色的女人。你们还记得大王当时啊，当众对邵雍大人告白的事吗？这事儿被太后给知道了，所以就找来了女人，为的就是给他治病，让他对女人感兴趣。真的假的？浩南峰也不是什么大事啊。
不过大王到现在也无后啊。糟糕，还是晚了一步，怎么办？希望那个笨蛋挺住啊，千万别……哎呀，马儿，感觉如何？寡人觉得神清气爽啊，还是女人好啊，又香又软又妩媚。如此，哀家就放心了。太好了，表弟，你终于恢复正常了。这下没人跟我抢少雍了。就不劳母后费心了，您赶快回去吧。能看到你这样，哀家就开心了。照你这么一说，还真觉得有点发了。儿臣恭送母后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干了什么？什么干了什么？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我的新宠妃，金妃、银妃、木妃、铜妃。你长得好看吗？哪个好看？无耻！我真是傻，居然一再的相信你，你却一次又一次把我对你的信任踩在脚下。大王，那是谁啊？脾气那么大。就是啊，她是寡人其中的一个宫女，你们不用理她。好了，今天你们先回去吧，等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愉快的玩耍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大王说话可要算数啊。一定算话。哎呦，大白天的睡觉偷懒，不怕我举报你啊？怎么，你能睡我就不能睡啊？哟，还跟寡人顶嘴啊？说正经的，你跟少雍发展的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，我已经准备让他追别人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？你出尔反尔，你是小人。那也是你先出尔反尔的，少跟我嚷嚷。你用我身体弄女人的事情，我还没给你算账。喂，你搞清楚好不好？是你亲娘把我推在女人堆里的。再说了，你是男的，你又不吃亏，唧唧歪歪的。我怎么不吃亏？我守了这么多年的童子之身，本来想把自己完完整整的献给最爱的女人，这下可好，全让你给废了。是那些莫名其妙的。你是童子之身，你别跟我讲话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也不想理你。不许笑！我不笑，我不逗你了。哎，我是个女的，我见到女的我能有什么反应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？还笑？别笑了。好，我不笑了。你快告诉我，你在先祖殿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啊，住手！听我说。大王别停啊！你要是停了，我们就走不出这先祖殿了。是啊。为什么？大王，我们都是被太后找来给您治病的。这太后交代了，若是您对我们都没兴趣，我们会被处死的。所以大王你就行好，可怜我们吧。是啊，虽然说这宫里像个大牢房一样，但比起丢了性命，其实待在宫里也挺好的。是啊，对啊。这样啊。可是你们听说过一个地方叫冷宫吗？冷宫？冷宫是什么？是很冷的地方吗？不可以取暖吗？对啊。此冷宫非彼冷宫。我说的这个冷宫呢，其实跟死牢差不多了。死牢？地位还没有宫女高，而且这辈子都见不到寡人了。而且我听说，在冷宫里面死过很多人，那些冤鬼呀，到了晚上会发出的声音。你们可以听太后的，啊！但是出去之后呢，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到冷宫里面去。不过，你们要是听寡人的，陪寡人演一出戏，
寡人非但不会把你们关到冷宫里，还会有奖励。话我已经说完了，你们自己考虑吧。其实这样也好，我们听大王的。大王，我们决定了，配合你。聪明。来，听寡人说。大王好快呀！来。大王，别这样嘛，大王。哎呀，真是吓死我了！哎，哪儿摸呢你？你占我便宜？看都看过了，还怕摸啊？你闭嘴！老实说，你跟邵雍到底怎么样了？你说啊你。还不错，你教我的我都实现过了。虽然理想跟现实有点偏差，但总归是有效果的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那就一鼓作气，拿下邵雍。啊？那今天学什么？今天学名正言顺的亲吻。像这样看着我。如果邵雍这么看着你的话，你就拿手搭着他的脖子，然后踮起脚尖，然后眯着眼睛，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头晕眼花，没听清也没看清，要不你再说一遍？就是拿手搭着他的脖子，这样，然后把眼睛眯起来，然后就你干什么？说话就说话，动什么嘴啊？是你让我再说一遍的吗？而且说话不动嘴，难道动手吗？而且我是女孩，好不好？我更吃亏。行了，就知道胡闹，女孩子家的，一点都没有规矩。你狼心狗肺！这眉毛浓黑有气势，这眼睛又黑又大的，这胸怎么比我大？还有这腿，修长又结实，手感还好，难怪女生为他神魂颠倒的，连脑子都不要了。看来还是有凭有据的。大王，我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呢？好看又怎么样？我又不喜欢他。要是好看的话，还是邵雍大人更好看。这都怎么了呀？这是，邵雍大人，娶我吧。大王中邪了，真是中邪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这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没有。那你躲什么？我就是小崴了一下。好吧。对了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我什么忙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跟我来。哎，表弟，你找我啊？来人呐，把那个无双踪迹关起来。什么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关我？你造寡人的谣，妖言惑众，你觉得寡人会放过你吗？把他给我押下去，关到奴隶营里面。没有寡人的允许，谁都不许探视啊！表弟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嘛，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？哎呀，你们放手！喂，你要坚持啊！哎，你这丫头，寡人和太后把你宠得都没边了。我再不制止你，你不是要上天啊？带走，带走！你们也走。表弟，放开我！表弟。喂，
她好歹也是你姐啊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奴隶营啊！啊？我这是为了帮谁啊？要不是为了帮你追上邵雍，我用得着这么绝情吗？好，既然你觉得我冷血，可以啊，你把他放出来，让他继续想损招，再追着邵雍好了。我好心帮你免除麻烦，你还嫌我？不是，没有，你做的特别好，特别棒，我很支持你。多亏了你想到了这个法子，我后半生的幸福就靠你了啊！你来了，怎么样？很顺利。这办法可行吗？当然，我办事你放心，听我的准没错。那好，交给你了。大人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大王有令，无双宗基造谣生事，行为不端，有损王室威仪，特贬至奴隶营受罚，以儆效尤。是，孝的明白。干嘛？放出去！喂，搜身！大胆！本宗基也是你能碰的吗？滚开！宗基？我呸！我告诉你，这儿是奴隶营，到了这儿，别说是宗基，就是天王老子，他也得听我的。这搜身一事，可是我奴隶营的惯例。怎么？你还想破例不成？大胆！等本宗基出去了，我让王姐砍你们脑袋！那就等你出去再说吧。谢谢了。还好我临时藏的深，不然也被这狗奴才搜了去了。无双，这边。喂，你们要干嘛？这边。这边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本宗基是堂堂宗基，怎么能睡在这种地方啊？你自己看看，连被褥都没有，我要在哪儿睡啊？少啰嗦！放肆！我可是宗基，放开我！进了这里，还当自己是金枝玉叶？就是，论资历，你还得叫我们一声前辈。如果你不听话，哼！你看到牢头手上那鞭子了吗？那上面可是沾满了鲜血呢。抽在身上，那滋味叫你终身难忘。不知道你这细皮嫩肉的脸蛋儿，能挨得住盐水皮鞭的厉害吗？放肆！哪有赖有私刑的？我可是宗基。宗基又算什么？那鞭子上还沾过前朝贵妃的血呢。他不比你尊贵，最后不还是被收拾的乖乖就范？那贵妃的小脸蛋被打的呀，就跟那马蹄子踩的稀烂的果子一样。好心奉劝你一句，进了这奴隶营，唯一要做的就是乖乖听话。无双，出来！我让你出来，听到没有？你这穿的是什么呀？啊？谁让你穿这样的？谁让你穿这样的鞋的？你以为你还是高高在上的宗基呀？我还敢顶嘴？去那边站3炷香的时间。
么铲？还湿漉漉的，你让厨房怎么给大王太后还有各位娘娘烧水做饭？去，重新捡一捆回来，否则你今天晚上不许吃饭。快去！这还差不多。行了，码好柴就去吃饭吧。喂，我的饭呢？饭点过了，当然没饭了。我才晚了一小会儿，而且是头让我码柴火才耽搁的。饭点过了，就是没有饭了，这是规矩。怎么，受不了了？为什么在这里？不管我做什么，也不管我怎么做，都是错的。我听说你以前对别人也是这么蛮不讲理、无理取闹的，如何？被人挑剔的感觉？吃饭了。没有了。拿去，给你留的。没想到我堂堂宗姬也会受这种屈辱。别哭了，多大点事儿。你说你当初这么欺负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没哭啊。你现在所经历的，不过是当初他们所经历的一小部分罢了。你就受不了了？早知今日，你又何必当初？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受吗？那你现在知道了，以后可还会霸道、不讲道理、仗势欺人吗？我无双在这发誓，以后一定重新做人，再也不仗势欺人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做个和蔼明理、宽以待人的宗姬。谢谢，给你，谢谢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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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双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暂时保密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你看，你没事吧？我帮你一起吧，我们人多力量大嘛。啊，谢谢啊，不客气，走吧。怎么样？宗姬表现是不是很不错？非常棒，可这毕竟是奴隶营，能不能让宗姬走啊？怕他时间待长了吃不消啊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陈斗胆，请大王饶恕无双宗姬，并且许配给臣当妻子。今天的事我也没有料到。够了！你当我没有看到你跟邵大人做的那个手势吗？我的真心诚意，你换回来什么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今晚我去买个东西啊。好。不准偷吃。放心吧，我乖乖的啊。你知道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偷吃吗？这第几次了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偷吃了菜？
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可以问问他，他也不知道。你没喝吧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就好，我在里面放了些药。你让开！